多谢应选，这个委员看了真有够恐怖，所以来关心伫台中的消息。台中有一个大学2年级的女学生失踪9天啊，家属真着急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女学生伫3月29早起为宿舍去学校了后，人就无看人啊，手机也嘛关机。一个追查发现讲，这个女学生最近办一支手机的门号，上尾的定位是伫桃园机场。后来这个女大学生就坐往伦敦的班机，可能是伫曼谷转机时落无人机。家属烦恼讲，敢会好拨台集团控制条例？警方表示讲，这有任何可能性，拢总不排除会赶紧了解讲，这个女大学生敢是已经入境泰国啊？另外嘛要调查讲，敢有其他的朋友做伙去？一早8点20分左右，穿乌衫乌裤细林的查某大学生为宿舍出门，所以伫咧8点40分左右到学校，不过坐落来人就碰见，到即摆已经碰见9天啊。这个读台中私立大学的查某大学生，本来和厝里人约好会伫咧清明节回去厝，不过伫咧3月29去路口监视器翕到上尾身影了后，人就碰见手机嘛关机，互家属和老师同学都真烦恼。昨天看的状况是，他好像是可能被人蛇集团绑架之类的，因为他的手机好像被对方控制。学校这种团结不是无影无迹的代志，因为警察调查了后发现，查某大学生最近新办一支手机的号码，落尾定位嘛不是伫咧台中。基地台最后的位置在桃园市大园区航站南路一带，确认林女已于3月30日上午8时许搭乘长荣航空班机是飞往伦敦。但是我们从一些其他的电子机证，让我们发现他从泰国入境泰国的可能性极高。警察派人去查某大学生住所在，发现房间拢互清空，我都知影讲伊是家己离开，或者是互控制调回。即摆已经厘清查某大学生敢有去泰国，另外卖调查当时敢有别人陪查某大学生做伙去，卖进来追查伊身份是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